你食咩啊？木瓜嘛，好靚啊！咁帶啲木瓜？係啊，你飛過嚟的咩？佢幫十車嚟了個，都係你自己種的咩？自己種瓜，好吃噶，送我吃，係送給我吃，豬豬肉啊好食噶，我不給錢可以咩？唔俾錢都唔得啦，咁撈低啊！送我一個，都唔得噶嘛，你相不相信我？唔相信你唔會俾錢嘅，你個全部幾錢啊？你咁120蚊啦，啊係咪兩120蚊？80？哦，120蚊？係開唔開心啊？開心噶，給你，拿一個就可以了，帶不走那個。哇，你咁咪好心噶，哇，謝謝你啊！我把這個送給你啊！你發財啊，身體健康啊！身體健康發財。這個怎麼好吃哦？煲湯啦，煲排骨湯啦。你都冇個煲湯真係好好食噶。